8888掛解放軍牌，塞消防路，夠霸道。依家啲中港車牌打橫嚟行都得啊！依家 Benny 仲霸道啦！前晚泊正喺鴨脷洲利東村嘅消防通道，仲寫到明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，方唔係用嚟當護身符，等警察唔敢抄佢牌咩？哇吓，個車牌 GP 4條8冇300萬都買唔到啦，唔係志在嗰320蚊啊嘛？依個車牌咪就係玩具槍大王㗎咯，佢係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董，仲啱啱做埋廈門市政協委員。佢已經認咗違例泊車，不過話係因為患咗末期 cancer 嘅外父唔舒服，趕住接佢去睇中醫先停喺度啫。至於張解放軍紙係前排參觀軍營留低，唔係冒認。放張咁嘅紙喺度，唔知犯唔犯法，但係冇軍車喺強國就好普遍啦，因為軍車大把特權，公安都唔敢抄牌啊。